5档前成立的数位经济国际公司，主要提供微型企业甲店家系统服务。5年来，帮助过未少的企业甲店家。现在为了帮助企业善尽社会责任，渐渐将服务的对象扩展到非营利组织甲社会福利机构。16号上午，伫个林主厝的带领，包括员工、微型企业甲店家的代表，实际前往私人的常态教养院，一方面关怀弱势，另外嘛关进物资帮助福利机构。因为我们数位经济呢，最主要就是在做系统的服务。那我们服务的对象呢，就是微型企业，跟一些店家，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大部分是比较没有资源的。那同样的呢，我们也希望说，在这个微型企业之外呢，有一些它是非营利组织，那有一些社福机构，他们也一样能够得到这种系统，或者是我们整个资源的一个帮助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来到台南的常态教养院。这是由我们公司出资的哈，然后我们也号召我们的加盟商，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专案经理们哈，大家来共襄盛举。那我们今天总共募集了2万元的物资，那最主要就是由我这边来负责采购，然后跟机构的联络这样子。位伫个新华的常态教养院，主要收容18岁以上、低收甲中低收入户的弱势身心障碍者。目前全院总共收容72位的医生。数位经济公司除了甲医生互动，做伙来带动场，另外嘛实际参观医生伫个院内的生活环境，甲团康活动，希望发起更加侪善心企业甲店家共同来参与，做伙善尽社会责任。数位连线，公益无限，耶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